来过我这边一趟，请家长吃饭，在这边来一趟，所以很多那个高院的小孩子都是我公布来的。县长呢，就是宜正县那时候内政部长他亲自来，也是董事长他亲自来，起码50以上，跟家长也有一点关系的。那么周思齐在小时候呢打得不错，后来那个华兴防水线教练抓过去，后来周思齐也想他那边也没有办法，什么以前我也有学生都读华兴。没有出头，那后来他想想呢，小孩子也要有个伴，连夜又把他偷偷的又带走，带到高院，所以他跟那个超级杯变成同学。那时候光复去了3个人，有2个投手，周思齐偶尔也是当投手，但是在小学阶段他曾经就那个威廉波特那个选拔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办有军赛，他曾经也打过全垒打。所以小学是他是全垒打王，他是这一生只有那一次拿过全垒打王的以后经验。那一次的那个选拔赛，台中他们是拿冠军嘛，我们是亚军。后来那一年，那我就是重提，代表中华民国到关岛去，被日本、韩国选举，资格不符，他组队资格不符，跟这种。上场都不给台湾队上场就回来，所以我说那一次超级杯啊，周思齐他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国家的，那个时候就应该有出头，但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国内的那个棒球的这是审查，他怪到我们面说你们没有检举，我们哪有别人的资料？应该是这个社团活动，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才4班还是5班，那4班5班呢？完全是导师这边那个登记的时候，导师来让学生登记。后来我一看超级会不在，超级会不在那个棒球这个社团里面，就在想尽法要他，就跟他聊，他说我不要棒球很累，他说会很辛苦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他要参加那个什么棋社、象棋啦、跳棋那样的，我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来，这个损失很大，不只是我的损失，包括未来我们学校有一个损失，我就劝说他还是不愿意。那第一个学期他还不加入，那下个学期又重新登记那个社团，我先跟老师讲，老师鼓励他来参加，后来。他勉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师很凶啊，很坏，有时候还会拿球棒打那个球员。他们小孩子本来就怕，人总是有一种好逸恶劳啊，轻松的好玩的我去，到那边还要被老师控制，有时候老师还拿球棒打我们，不愿意来，老师就现在说到那边不错，那我就让他。就把他硬是把他挤过来，那个名单，我把他从那个棋社，然后删掉，弄到棒球。他就社团活动1个礼拜只有2节课，那时候不叫棒球队1个礼拜有2节课，从起码有2小时时间受我控制，他慢慢的就培养他的兴趣。我当然年纪小，3、4年级。我当然是以游戏为优先，棒球游戏什么的东西就在一起了。然后他产生兴趣以后，他就心就定下来。到10年级才开始正式的接受这个我们一起的这个训练这个课程。那这样子。